嗱，自家細細間你喺度啊，乜嘢啊？自家就了對戰量，了比賽量，自家對戰喺自家嘅生活中。嗱，呢個二啲摩啲書提四提七節咧，保羅講啊，我已經結束對於呢個對戰。但係在最尾嘅結束嚟講啊，佢要照顧嘅信心。嗱，所以信心啊，都十分重要。而家喺社會嚟喺度，而家馬嘅對戰熱切啊，而家每周先行嚟啊，而家嘅對戰對於而家嘅條路，對戰對於而家嘅家庭度，而家係用而家嘅分配資源，而家係傳位，而家係做條路，家嘢了對戰量。嗱，但係我係講隆重兄弟是未聽，隆重而家能做人能對戰時間能夠特性嚟講啊，隆重啲都係潛視嘅，最少尾後啊，時間係撞時間嘅信息。但係呢，因為隆重熱切時間時間得到嘅財產，時間對戰得到特性嘅，時間聰明時間強，但係時間時間熱超啊，計下隆重都冇用。嘅前出信心對耶穌基督係個叫做時間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阿門。